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认知。远东航空雄雄倒店，内部主管表示无就金主转，才来暂停营业。民航局也表示讲，一切拢有伫咧监控。检方查到一个集团专门暗砍中国公务员的身份，互因来台湾观光，目前也当在追查。在今年6月阿罗哈客运拼车事件，也因为司机过路驾驶，检方依照过失致死罪起诉。远东航空在今日透早伫官方网络宣布讲，票务系统要移收暂停服务。想袂到下晡随来发布讲，在12月13开始停止一切航班运作公告。远东航空表示，因为因找无因的董事长张光仪，也因为公司无资金通好周转，才会先来暂停营业。远航2位副总为公司无预警暂停营运，局中道歉。远航强调，早起才知影，第期用资款项无如期还款，试着联系董事长张光辉，手机却关机。公司因为资金无法度周转，下6点半调集主管，宣布13号起暂停营运。我们早上的时候就试着要联络他，我想在座的媒体应该也有打电话给他，事实上电话也是关机的。事件的一个发生，说实在真的是很突然。我这边再跟各位媒体澄清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是的做法是倾向于暂停营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让飞机明天能正常的开飞。远航强调，董事长张光辉拜三也有来办公室司法处理，希望公司只是暂停营运。不过，远航随后讲，突然收到董事长张光辉声明，张光辉表示，因为受到诈骗，加上两环司机歹抵输公司了钱，调了经交易也是无够用，只求以示谢罪。不过，伊呼吁检调单位调查，假做有大笔资金投入公司的4个人。对远航资金出问题，民航局表示，102年以来继续监控远航的财务甲汇安。即摆伫第一时间知影远航跳票，随清点航线。国内3部分将协调利用甲华信加班收文。客输运的部分，民航局也已经协调国内的一个航空公司，在国内线输运的部分，已经请立荣跟华信航空公司增开班次，跟放大机型来协助输运旅客。那在国际及两岸线的部分，经过我们的一个调查，目前大概都是滞留在外的旅客大概有500多人哦，那大部分都属于团客哦。根据民航法规定，业者若要停业，需要伫60天前提出申请。远东航空已经违法，民航局将会开罚，相当处新台币300万的罚款。离岛农历春节机票原定12月17号开始卖，也因为远航暂停营运，将协调各经业者支援。ANO 麦时婷记者综合报道。远东航空无张持话倒就倒，旅行工会专联会去推算讲，国内线甲国际线机票损失，干那旅行社的部分就要上亿啊。远东航空的员工也表示讲，已经有真侪旅客去退票，其中来遮退票的拢是转来要过年的机票为主。旅行业者也表示讲，航空公司罢工，搁再加上这款倒单的情形，旅行社已经无资金通好按来测起啊。建议民航局爱甲远东航空当初纳1亿的保证金，先来赔予旅客。松山机场远东航空国内线柜台，也阁有真侪民众伫买东港往回的机票，而且大部分拢住伫咧金门票较济。针对远航无丢伫来停业，民众拢总带一条，所以来规日过年特地要到啊，烦恼讲登去故乡的机票会愈来愈歹买。就是回家的航班就会比较少啊，少了大概几成？5成。一般的时间在抢春节票就已经很难抢，所以没有就会更难抢。远东航空停飞的消息放出来，下晡金门航空站的远航柜台已经有真侪民众来遮退票。若是松山机场远航的工作人员私底下表示，虽然台北站无金门遐侪人，毋过嘛有一寡民众来退票。年票会比较高，跟最近可能会特别的票会比较多。返乡吗？对，就因为这两个应该类别会比较区别。今年5月底，远航就捌无张持取消31个国际航班，即马主要的航线国际航线敢若剩4个航线，包括桃园飞日本新市、福岛秋田，还有韩国济州。剩落来的航班大部分是两岸甲国内线为主，毋过旅游业者表示，其实远航要停飞，早就已经看得出来。它的航班供应也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旅行业的话跟它合作，大家都会很害怕，所以跟它合作的旅社不多。
若是未来远航赔偿专签的费用，旅行工会专联会表示，无应该搁互旅行社来贴钱。报销的方式就是我一架飞机150个，比如说一架旅行社30个位置，那你就钱必须要先汇给我，所以这个损失金额我估计啊，大概会上亿啊。那民航局那边既然有这1亿的保证金的话，我们希望民航局就去请航空公司先垫，然后回来之后民航局再来跟航空公司那边来支付。旅行工会专联会表示，旅客跨业有理由的保证一定会赔付。不过航空公司对旅行社说无理由制度，建议交通部要重视修法。记者综合报道。移民署在2年前有掌握到一个集团，利用假交流真观光，暗藏一寡中国公务员的身份来做短期交流，煞来到台湾观光。检方也查到超过有5000名的中国旅客用到这款的方式来到台湾，目前也开始约谈这寡中人甲旅行社。除了1000万人头费，你有没有赚取中国的好处？麻烦让条录一下，老师马上让条。体育报社记者洪庆林成立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等12个无实质运作非营利组织，甲20外间旅游业者来合作，和中国公务员加工短期交流的名义来台湾观光。12月11日，洪庆林甲旅行社负责人去互检方来约谈。中国人士来台湾旅游，必须要找政府特别许可的假证旅行社来办。不过审核是较严格，要附财力来证明。不过若是干那来台湾交流，审核就会较灵，会当向移民署来申请，得到出入境的许可证。洪庆林甲非假证的旅行社，上准中国旅客介意方便的市场需求，去移民署伫咧2当半进前开始掌握到，因利用人头协会伪造文书，提供假的专业活动计划书等等的文件，和中国旅客假讲是来台湾交流，而且佮隐瞒这寡中国旅客有公务员的身份。2017年到今年6月份，已经超过5000个人用这款的方式来台湾。他们以集团化的方式经营交流的业务，邀请大陆官员来台从事假专业交流，然后那个相关的一些官员都没有填报真实的身份。向约谈的包括基于旅行社、上通旅行社等等，人头协会伪造专业交流行程，会向旅行社来收每一个中国旅客新台票2000块的人头费，所以不法的所得超过1000万，常常违反两岸关系条例、甲宪法的伪造文书罪。洪庆林甲旅行社负责人分别以25万交保，洪庆林另外嘛去向限制出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台美关系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伫美国时间11日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有3项挺台湾的法条，包括成立抗国部会的美台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常态性派军舰开过台湾海峡，维护台湾军事武器。用力来支持台湾提升国防能力。美国参议院也按算在后礼拜会通过这个法案。美国总统川普伫推特讲，国会两院若准来通过，就会来随来签署法案。国防授权法案，美国众议院伫咧美国时间11日通过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用377票赞成、48票反对，轻松来通过。美国总统川普嘛伫推特破文讲，呼吁国会唔通搁拖，若是通过啊，伊会随来签署生效。This bill contains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policy and funding initiatives that 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our troops and their families. 国防授权法案，若甲美国联邦议员所讲的同款，第一届替所有联邦政府国员提供有薪水的加暑假，其中针对台湾部分有3项条文，包括成立下部会各界美台网络安全工作小组，佮通过未来常态性派军舰来台湾海峡对台军售，佮各界人员交流等等，强烈支持台湾提升国防能力。美国参众两院不分党派啊，对台湾的的关切，特别是对台美军事安全合作。以及台海安全的重视以及支持。另外，外交部表示，这届法案有针对台湾大选了后45天以来提出报告，说明中国干涉台湾选举的行动。国防授权法案总共编列7380亿美金，伫咧美国军事开支面顶，伫咧众议院通过了后，所来等待参议院通过，总统川普签署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伫台南市后壁党部下晡有一个党部职工发现讲有一包唔知是虾米款的物件，也因为这个塑胶袋内面有得到一个亲像2条电线甲2管液体，介像是炸弹，随去报警，警方也由其封锁线通报防暴小组来处理。国民党台南市后壁党部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啊，刑事局的防暴小组也随着通知，随赶到现场，也把这个物件抓回去化验。
根据党部的监视器画面，是在今日透早5点多，有一个查甫人把这包物件放伫党部的门卡口，随来离开。不过内面无抢下的物件，警方目前也正在调查。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开直播，甲网友互动，做伙食早顿，也回应民众的问题。面对着韩国瑜批评这回选举是乞食甲王子的战争，蔡英文搁再背回一解，认为总统是24点钟的头路，无甲政党国家谈做伙问题。另外，伊的副手赖清德也回应韩德赢，认为 X5 的效益搁再输量过，而且也需要搁再讨论。选战到最后时刻，总统蔡英文强化空间，开直播食早顿，也甲网友互动，被问到国民党提出有亲中意类的部分区立委名单，未来如何影响？蔡总统直接呼吁爱将票投给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候选人。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总统跟立委都应该要投票给那个对国家的安全跟国家的机密资料或者是国家整体的这个目标有明确的这个立场的这个候选人。那推网路，蔡英文也亲走基层到桃园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对手韩国瑜已经指出，这场选战是乞食甲王子的战争。张善政更加批评蔡英文做了真侪歹代志，甲利用公务选举走行情，伊也提出反驳回击总统是24点钟的工作，无国情不分。他这个讲话都没有根据，也没有具体的事证信口开河的这个习惯真的要改一改。那总统是24小时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国政优先的原则之下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竞选活动副手赖清德是咧个花莲府选，对于韩电影批评政府是经济锁国，应该重启 X5 议题。赖清德也后进替蔡总统做出澄清反驳。台湾没有锁国当然如果可以改善两岸关系，这个是也是蔡英文总统的方向。但是特别针对这个议题来讨论的话，这恐怕还要进一步来讨论。赖清德规工拢伫花莲府选，要稳固立委选情。选战最后一个月，对韩国瑜阵营各种民调的讲法，蔡英文认为领先的趋势确实是稳定的。不过，无论是竞选团队、伊家己，也是支持者，最后一刻千万唔通放松，爱争取上侪人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婚林发生土豆崩盘的假消息，总统蔡英文日前也到婚林视察收土豆的情形，也答应讲计销会稳定，而且会延长收到年底。不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去到婚林造势，也批评农议会变作是开钱部门。诚心拜拜祈求国泰平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12到婚林进行倾听之旅，第一站到北港朝天宫，对婚林爆发土豆之乱。农委会宣布，农会以每台斤40块补价收购。蔡总统70到婚林也做同款的保证，也佮延长收购到年底。不过多名议员不满，韩国瑜等为批评。明年进口这么多的花生，请问我们这些花生农怎么办？真的是叫苦连天。我觉得农委会不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花钱部。农委会这个陈其仲主也不晓得为什么，在管制农产品的时候，很多农民骂声不断。韩国瑜点名农委会只要开钱，蔡政府明年搁要大量进口土豆，会打击农民生活，也支持主会单结中的处理不适当。另外，因惠如王君安组织代表谢中廷甲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互呛，韩国瑜无回应谢中廷讲，遭到人家谋杀。到桃园进行农业之旅，张善政是批评谢中廷是替蔡总统转移焦点。我觉得谢长廷在那边讲东讲西，在替蔡英文做这些转移焦点的事情，大家不要被他移转焦点。韩电影12也举行联关政策记者会，批评蔡政府用相关的技术买离岸风电，和全民派真大这步，要求尊重以核用力公道结果，免用非核甲远口和地沟。当未来的价钱越来越低的时候，你的5块5毛2是绑约20年。各位以后20年每一年都要付出5万块。韩国瑜竞总主委朱立伦互选台北市东籍立委候选人，佮批评民进党下架吴淑怀口号，认为民进党拄着选举永远只有一招，家己推出候选人不如别人，导致会我王我乌，如何争取选民支持呢？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今仔日也去到片湖造势，也讲若准伊来当选，会亲像做新长迄时共款，逐个月去到片湖关心在地建设。
另外，大选辩论也未定案，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吴美仁也表示讲，辩论会未当一直拖，宋楚瑜非常有意愿参加辩论两项议题，只要地点伫咧地球，伊拢奉陪。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去朋友甲老大人做伙食中昼顿，表现出亲密的风格。佮想到当年伊也佮是宋省长的时阵，逐个月拢爱来朋友的代志。我会记哩，伊当阵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时阵，我每一个月就一定爱到咱平和来，为大家来斗阵，为大家来做工作。今日搁一摆会当转来咱平和。 就是希望了解即摆咱平和的新的问题。宋楚瑜嘛讲到，伊担任省长的时阵，特别关心平和的建设、医疗、交通等等的议题。讲伊家己是上了解平和的候选人，嘛答应讲当选了后一定逐个月来平和，受到现场老大人的欢迎。伊嘛甲现场的乡亲拜托，予伊一个机会来服务。我希望有机会搁一摆为咱台湾来拍拼，为咱平和。 来服务，等候宋楚瑜，又为咱的乡亲做尾做人，我讲会到，做会到，对无？ 宋楚瑜伫现场甲乡亲博感情，另外针对大选辩论一直还未确定，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伊利人士表示，无论是任何电视台提出要求，亲民党拢会答应。辩论会袂当用任何技术性来撑时间，宋楚瑜真愿意甲蔡总统针对两岸的议题来辩论，只要地点伫咧地球，宋楚瑜拢会陪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阿罗哈客运的巴士在今年6月伫国道1号南下205公里所在发生冰车意外，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检方调查发现讲，姓郭司机伫咧发生车祸的前一天无困，表暝工伫咧处理私人的代志，所害伊驶车的时阵精神不好，强未拄久。检方也依照过失致死罪改起诉。检察官于近日侦查终结。 针对阿拉法公司郭姓驾驶以涉嫌违反刑法276条过失致死提起公诉。中华地检署表示，检察官有去到现场看，要甲巴士车面的监视器画面看清楚。另外，也看问驾驶甲车顶的乘客，伫咧意外发生进前，巴士对车的中线道有偏到外线的情形。 车内面监视器也翕到讲，在意外发生之前，姓郭司机有几啊摆拢添甲目睭揢起来。司机也承认讲，伊前一天无困，表暝工伫处理私人的代志，才害着伊出现一个疲劳驾驶的情形。虽然阿罗哈客运公司有符合工作时间的规定，不过在法律顶头也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伫咧11下晡，自彰化大城的海边啊，搁再发生讲有一只死去的猪啊。彰化动防所也派人去检验，检方甲农业处也等咧追查来源。这也是这5天以来第3站的案件，拢总有8只的死猪啊放拼伫遐。彰化动防所表示，可能是天气的关系，才互猪啊死去，而且前2例拢无非洲猪瘟反应，第3例也等咧化验。 防救人员专心报案，除了伫发现死猪海堡附近消毒，也将死猪产样各当场收掉。11下晡，彰化大城乡的新街海堡，海巡人员伫巡逻时发现一只死猪啊，因为这只死猪啊是真完整，推测拼的时间并无长。穿着防护衣以及现场拉起封锁线管制现场，并通报彰化防疫所人员前来处理。 海巡人员唔敢大意，赶紧通报彰化动防所处理。彰化大城海边最近常常被发现有死猪啊偏伫遮，这已经是5天以来第3件。第一件发生伫七八大城北部环的水门头前有5只，地伫麻布地啊。七9马上发生第2件，地点伫大城南端海堡，数量有2只。第3件是11伫大城新街海堡1只，总共有8只。 天气比较冷啦，那可能饲养管理上，如果说有一些疏忽，或许是这些疗养住户没有合格，所以他们就用就近，然后用他们觉得最快的方式去丢弃这些死猪。因为片地点真近，彰化县动物防疫所长伊判断，好亲像是水头小型饲猪互片。 推测可能是为着省化解成本，无甲业者定合约，而谈怎做。
在里面做焚烧或者是这个掩埋的话，这个都是不能运到场外处理。那我们也到机场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他们这些处理的环境做跟那个报表的流向做一个稽查。中华县农业处副处长郭志先表示，中大型的市地号拢甲业者订化制合约，小型市地号就算无签订，家己收掉也爱记录甲通报。目前前2件拢无验出非洲猪隻反应，第3件也在检验当中。不过黑白片 CD 也是要依法进行批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电视频道买珠宝就爱较细腻咧。在今年3月，有民众伫电视频道开几十万去买珠宝，送去鉴定了后，才发现讲是离坎的品顶。向检方也提出检举，刑事局对查发现讲，一寡失德的珠宝厂商是利用价格染色，甲这款后来加做是苹果的顶级，利用比马等等的电视频道伫咧卖，也已经有超过5000名民众哄骗，这寡乌心钱也超过1亿3千万。一粒一粒的宝石看起来金死死，阁有讲是真罕哩快，数量真少的那宝石破链，不离个安怎看色水就是无啥自然。这寡拢是刑事局检员查扣，伫咧专门卖产品的电视频道内底所卖的关键珠宝，虽网拢讲是翡翠或者是高级玉石，不过实际上拢是染色的，阁有二等品。这个电视购物台在审核相关合作厂商贩售的这些珠宝商品并没有很真实的、很落实的去做一个品管的把关。仅凭这个片面订定的契约由这个珠宝商自己提供珠宝鉴定书以及产品之后，就上架来贩卖。有民众伫咧这寡电视频道内底买10万块的珠宝，送去鉴定了后，发现讲是二等品，提出检举。警方表示，这寡加做是高级珠宝的成本真低，不过使用每一件1万块至6万块不等的价数，伫咧这寡电视频道内卖。珠宝商甲电视频道来配合，用拍摄、画像或者是购物节的方式，得到消费者的信任。虽网拢有副鉴定师，不过嘛是甲配合的鉴定厂商所伪造的。就由自己的家人另外去成立了鉴定中心。直接就由这个球员兼裁判的一个方式，珠宝自己来做，然后这个鉴定书也自己来开立。那另外也有珠宝商是结合了这个不肖的鉴定中心。就是上村国内鉴定管道无够通光，嘛无第三方公正鉴定机制，消费者买了大部分嘛袂去送验。这寡恶质的珠宝商甲鉴定商就配合来开鉴定书，做花做手来欺骗消费者。初步估计有5000个受害者，不法所得超过1亿3千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对这月开始，伫六合夜市、光华夜市甲南华商圈推行着高雄白，防执义讲无啥人伫咧用，甚至也有店家讲，这10个月以来拢无人去问甲半句。在透早，大高雄市观光商圈总会也召开记者会，表示施行以来成交量有26000摆，所以因也会继续来推送。高雄光华夜市为店家一早就营业，不过问起高雄白，虽然是参加市办的商圈，也是有人讲今年1月上路以来无人问过。我听过啦，只是就是没有人在问，就完全没有人问啦，也没有在使用。就是店家啦，店家的老板娘都是做很久的，中年居多，所以有时候你要他们用这个，他们不见得会用。高雄白不是真正钱，使用方式是消费者用现金行动支付买物件后，店头另外回馈虚拟货币的 App 能提供，互民众期限内底使用。印度一摆消费金额，甚至甲百货公司推出的消费满额回馈红利积点同款，回馈无上限。主要用在六合夜市、光华夜市、南华商圈使用。不过店家反应冷淡，普遍认为效果无好，年会较大的打商讲袂好操作，连推广意愿拢无。高雄商圈总会甲中华科技金融学会开记者会，除了强调上路以来成交26000次，成果袂歹。你要做的时阵，佫叫阮商店家吼，再买一个那个平板，那是多此一举。进阶版因7月份已经到就9月份就已经好了。年长的商家，我们现在会把消费者的影片使用影片变成一个 QR code， 然后未来消费者他不会用，他去扫商家的 QR code， 他就可以看到一个30秒的简短教导使用影片。主导高雄白使用方式金融学会表示，虚拟货币本来就需要时间推广，使用率慢慢成长是有期。不过为了增加普遍率，也要在农历过年前为原先在合作商圈扩大到15个，甚至推动到外县市，增加使用率。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我来说分明。为了要解决脱欧的政治问题，英国12日搁再举行这5年来第3摆的国会大选。民调显示，现任的首相强森带头的保守党是较偏头，不过两边的支持度是愈差愈少。这场投票要到15点钟，要到台湾时间13透早6点才会开始开票。英国时间12透早7点，天也未光，全国650个选区的投票站就做伙开始运作，已经有真侪选民伫咧门口等。这是英国正8年以来第一届伫12月份举办大选投票，要进行15点钟到暗时10点来结束，预计13个半暝会当得到初步的结果。这届选举甲脱欧的进展有关系，选前两党是拼甲真激烈。首相强生讲已经甲脱欧处理好啊，共党是甲社会福利甲医疗问题做咧拍，看起来两党的支持度已经差不偌济啊。We're going to get Brexit done. We're going to get Brexit done. He'd have another referendum on the EU. You've just created a vortex of hatred. You haven't built a school, you haven't built a hospital, you haven't trained a teacher, you haven't got a nurse. And the poison of anti-Semitism, the poison of Islamophobia, the poison of racism will never, ever be allowed to exist in our party. 选举结果可能互脱欧这条路走向几啊种无同的结局。若是保守党得到绝对多数的席次，新的议会可能真紧就来采取行动，通过首相强生较早进前甲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伫咧这种状况之下，明年1月底脱欧就会确定。协议中，英国甲欧盟的贸易协定谈判有设过渡期，干那到明年年底。大部分的专家拢认为讲，若是未符达成协议，到时阵可能会面对新的硬脱欧的危机。第二种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无达到超过一半的绝对多数，安尼就会互国会卡掉咧。到时阵强生必须要甲脱欧派小党联合执政，脱欧协议的命运还未确定，毋过嘛有可能是工党联合其他小党组成政府。若是工党的领袖科尔宾出任首相，这款的状况之下，科尔宾是主张签脱欧的时间，甲欧盟来参详一份新的脱欧协议，然后举办新的脱欧公投，后面伊搁一个来决定敢有要脱欧。变做留伫欧盟的上尾一个希望，毋过欧盟已经表态，袂阁甲英国来重新参详脱欧协议。记者综合报道。总部设伫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伫10月公布2019年打压新闻自由的名单。中国也一声冲到上头前，成作一个世界上上高掠记者的国家。不过，中国政府共款爱出来调卡证地一个，讲这个组织一定是互控制，无虾米通好信任的。根据 CPJ 上新发表的报告，全球伫2019年被关押记者虽然比前一年有较减少，也毋过也是有将近250名的新闻从业人员正咧在家，其中排名第一是中国，有48位记者被政府关伫监狱。全球被关押记者中有超过90%是男性，其他8%是女性。CPJ 指出，有13派记者是因为被报道的对象不满，遭到报复性的关押。即近来各方关注的假新闻议题，也伫全球记者在家的原因内占了12%。另外，有66派记者因为遭到政府指控反国家罪名封关，甚至也阁有23派新闻同业是伫无遭到起诉的状况之下被关起来。Authorities have used state security as a pretext to restrict what journalists can report and to punish dissenting voices.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its long-standing policy of exerting suffocating control over the nation's press and its citizens' access to information. 面对国际组织的指控，中国官方拢无意外以同款的态度回应。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触犯了法律，不管是什么身份，是记者也好，是公务员也好，都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中国外交部也讲，保护记者委员会是设伫美国，所以必然受到美国的操控，所以无任何可信度。至于 CPJ 的报告，除了点名中国，也有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甲埃及。阿拉伯甲埃及虽然犹原是继续亲西方的路线，甲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也毋过犹原被来自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列为严重打压新闻自由国家。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继续关心纽西兰北岛火山爆发意外，目前是还有2名患者是救袂回来，死亡人数也增加到8人。有专家预测讲，火山搁再爆发的几率是50%到60%。不过，当地官方政府也打算讲，在13透早要继续去找人。另外，为着要帮助这寡烧烫伤的旅客，澳洲有2个省也捐出2万平方公分的皮肤。伫纽西兰北岛火山爆发的时阵，红烧伤的患者身躯顶的伤拢非常严重，甚至阁有性命危险，需要差不多120万平方公分的皮肤。
澳洲维多利亚甲南威尔斯两省紧急捐出2万平方公分的皮肤应急，除了会当赶紧帮助病患防止感染，减少伤疤，卖当止痛。 Usually, if they have more than 50% burn over their body, there isn't enough of their own skin to transplant onto the bone. Sooner that skin is grafted, the quicker the patient can begin to repair. 伫纽西兰，当年差不多敢若5个到10个人捐皮肤，这道澳洲捐的皮肤量差不多是60个捐赠者提供的。纽西兰病倒伤者29个人，分别伫4间病院的加护病房甲烧伤中心接受治疗，22个人严重烧伤。因为纽西兰本土准备的皮肤量无够，已经甲美国求助。即马澳洲来斗3天，对患者身体伤口的中间有真大的帮助。对病倒火山爆发以来，专家继续评估，而且判断可能会搁再爆发，这嘛是救援单位出动的依据。 GNS Science have advised that there is still a 50 to 60% chance of a further eruption in the next 24 hours. I can now confirm that we are finalising a plan to recover the bodies tomorrow morning. There have been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many high-level leaders across the organisation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buck stops at the top. 火山有搁再爆发的风险，不过嘛是出动搜救。纽西兰警署表示，会有安尼决定，拢是经过详细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牵涉超大女明星，却引起 Me Too 运动的好莱坞经济片温斯坦，伫美国当地时间11已经甲宣布破产的温斯坦影业董事会协议，暂时先用2500万的美金，大约是代表7亿5千万，甲90位受伊超大的受害者达成和解。 一落车，温斯坦就带着律师哪行哪讲，行入法院。肖像性侵女星的好莱坞金牌制片温斯坦，正正因为伫保释期间无挂电子卡了，就外出遭到检方伫这个月6号以违反保释条件回求，要求将保释金为100万提悬到500万美金，也毋过上尾法院判定将保释金额提悬到200万美金，相当6000万的代票。He is having surgery tomorrow for his back. We insisted that he use a walker today. The press berated him last week and said he was faking and he was pretending. We wanted him to use a walker last week, and Mr. Weinstein didn't want the press to think he was seeking sympathy. 温斯坦被控过去数十年性骚扰也是性侵70多位女性，其中有2位受害人会当对伊提起刑事诉讼。不过，伊一概无承认所有非自愿性的性行为指控。 当地11号，伊甲已经宣布破产的温斯坦影业董事会协议暂时将伊2500万美金，相当代表7.5亿，甲数十位指控伊的受害者达成和解。外国媒体报道，这笔和解费用将会由温斯坦影业公司的保险公司支付。温斯坦唔免承认家己的错误行为，也唔免自家己的落地啊提钱出来。 In court today, Mr. Weinstein is looking forward to January 6th, as he h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I would like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Mr. Weinstein has a right to a fair trial. He is believed to b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under the laws of this great country. 针对温斯坦被记哩挂电子卡了，法官也提出警告，若讲保释期间温斯坦佫发生其他的状况，法院将会撤回保释，并且发出逮捕令。 规件性侵案将会伫明年1月初6再次开庭审理，一旦罪名成立，温斯坦将会面临罪责。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会做大富贵，袂做大是大闹亏。远东航空成立62年来是起起落落，规国内线拢占赢，刷到一个停飞风波，佮再加上航班停飞伤过多，加做航发金额是上界悬的航空公司，有影是风水轮流转。前几号坐交通车，远航机师正准备出发到机场，面对公司无预警发出暂停营运的公告，员工事前拢唔知影。你们有收到通知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现在也不知情。所以目前为止，我是按照正常在出勤啊。 远航1957年由何同清创立，是台湾第一间民营航空公司。1962年正式踏入民用航空领域。2008年，远航爆发债务危机，暂停营业。到2009年，台北地院裁定远航破产重整。公司股权由福华集团董事长张光辉以私人名义挹注资金，成为董事长。停航近3年，在2011年4月18日正式复飞。2015年，台北地院裁定远航重整成功。
恢复正常营运。2017年3月，因为远航机队老旧故障真多，民航局要求远航降低机队的飞行总时数。今年5月，远航阁表出债务危机，不过8月阁开记者会澄清，阁宣布买入新机。我们忍受很多就是外界的这个指责，说我们换机的速度太慢，实在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飞安。远航已经是台湾上大国内航线航空公司，不过2008年债务危机后，虽然经过调整，不过营运状况一直无理想。面对无预警暂停营运，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已大量改革劳工保护法规定，应提报劳动部限制董事长张光伟出境。明天早上我们就会派人去进行劳动检查，比较确认他员工总人数之外的债权，包括他12月份薪资、加班费、特休未休，还有刚刚讲到的之前的部分。根据劳动局资料，远航投保劳保员工差不多1000人。劳动局目前依然无收到通报，要大量解雇劳工。回顾远航为国内航空线第一，到几日摆停飞航坡，佮因为航班数取消被罚总经业相关航空公司。如今外团停业原因包含机队汰换、职务摊地、美国 ALC 飞机官司甲远航为挽救债务发行远航被逼金，银行佮无愿意借钱，只好转向民间贷款这因素。地数转变过来，离全部停业。记者综合报道。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台湾伫2016年9月排伫全世界的第21名，到今年9月落到34名，甚至是比中国的深圳甲青岛是搁较歹。金管会主委郭立雄在今日表示，负责调查英国顾问公司甲中国关系是真好，这个数字唔免伤过心头。关上中空前继续伫拖，唔那真严重去冲击到香港经济观光消费业者，佮传出企业外移佮撤资，金融中心的地位去受到挑战。台湾敢是有机会来取代？金管会主委郭立雄表示，台湾因为有法规、语言、税制、汇率，还有对消费者保护等等5大因素，所以正好取代香港。若是今年9月中以后，由全球金融中心指标 GFCI 所公布的上新的调查结果，台湾伫咧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拄2016年9月份的21名，到今年的9月份落到34名。甚至是比中国深圳、青岛等等拢搁较后壁，引起立委质疑台湾金融竞争力敢是当地退步。GFCI 其实他做这些的时候，他跟中国在这个他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指数不够客观就对了？您的意思是这样吗？对。GFCI 这项排名是用经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建设、金融体系发展，还有国家声望5大指标来综合评分。郭立雄表示 ，GFCI 真侪评分的项目是用问卷，另外因甲中国的关系若像袂歹，一寡调查甲收集的资料可能对台湾无啥公平，已经请金管会伦敦办公室去了解。这个将办会议上的这种有一些要求，有一些管制啊，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金融法规管理跟国际上差距，也有一些蛮大的。同时，我们当然金融管理这方面的这种要求啊，跟国际也没有办法接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仔细金融机构本身它的国际化程度不够。因为台湾的排名2016年时阵也阁袂歹，不过后来却一直退步，离香港、新加坡的排名是愈来愈远。郭立雄表示，未来向3个方向来打拼，尽量开放多元的金融商品，而且国际金融分行 OBU 伫咧台商市场做资金调度已经有一定的成绩，嘛会继续来加强，来兼顾金融机构的韧性，鼓励产业创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提出讲，家人爱夹入去台北市故乡。家人市长林佑昌在今日表示，欢喜伫咧选举了后，甲湘北两位市长来讨论。好友也讲，家人要甲湘北合作伙是欢喜也期待。台北市长郭文哲搁杀国土规划议题出来，点名家人若是要有上大发展，但是要加入来台北市，搁批评湘北市包租会虽然是地下市，真正是收合，表达要做首都生活圈的愿景。正确的讲法叫首都生活圈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行政上并进来，其实应该从基隆一直到杨梅这一带，大概也有1000万。郭文哲搁杀国土中划，家人市长林佑昌表示，真欢喜伫咧选后，甲关市长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讨论行政区域的问题，而且嘛针对台北市发展停落来，认为讲是欠会当振奋人心的发展计划，甲北地真严重的无够，其实台北更较需要家人。
其实是台北市会更需要基隆港市，包括整个北海岸还有东北角这个各新北的这些各区，以及包括基隆港市等等，其实未来都应该整体来思考哈，这个是否成为这个首都的一份子。好，谢谢大家。支持北北基合并成一个首都吗？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谈法哈，其实太过简化。林佑昌表示，合并会当有真侪种方案，包括重新规划了后1+1+1除3，也是讲以淡水河为界1+1+1除2，拢会当是选项。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指出，国际大城市原本就需要1000万的人口红利，真欢喜看待北北基的合并。北北基一个大生活圈，本来就是要共同的合作、共同的努力，所以3个要合并，其实我个人是乐观其成。若是民进党立委蔡世英认为，基隆敢是要合并去台北市，应该让基隆市民家己来决定。基隆市议员宋伟利是建议用公道来反映市民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杨惠如的网军案件也被指控讲，照主办单位 WTA 职业棒球台湾公开赛，当年摕政府8000多万的补助。台北市体育局在今仔日开记者会补会，讲这条经费干那1860万，而且无暗砍特定的团体。不过，伫咧记者会顶头，中华棒球协会前副秘书长赵安华却雄雄出现来表代志。体育局副局长也讲，有参加立法院伫2016年召开的 WTA 协调会。落尾，赵安华也去到台北地检署控告体育局的官员假钱，甲叫人伪造文书。事实上，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在2017年跟2018年分别分摊了我们意思公司，就是这个台湾公开赛这个赛事，分别的是460万以及550万元，并不是外传的8000多万。确实，杨惠如网军事件哪滚哪大，台北市体育局正是杨惠如的约束公司，在2017-2018年间举办 WTA 职业网球台湾公开赛，为体育局甲悠悠卡公司拢总得到1860万经费，不过申请流程拢无规范，有算也经过台北市议会审议通过，不过记者会还未结束，就出现插曲。台北市体育局去跟体育署申请补助经费。当场在那个协调会里面表达了什么样的立场？印象中了哈，我现在印象中是局长是就通知我说，立法院有一个关于 WTA 的一个协调会，但问题我们连什么东西内容不清楚，所以他说需要有人带队过去。那我们就找承办科的科长。杨惠如的约束公司被质疑无体育单位的资格，却会当申请相关经费，也阁遭到指控。林焕贤有问成咧桥，中华网协前副秘书长赵安华也突然出现，并且就由副局长刘宁添的证实。林焕贤捌召开协调会，台北市政府也牵涉其中。赵安华讲，虽然协调会无会议记录，不过刘宁添的会已经会当予伊前往台北地检署起领提告。主持这个会议的张主任跟立法委员跟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市议员严胜冠，要求台北市体育局要去帮意史公司跟体育署申请经费嘛，那就请那个体育局去帮忙意史公司去跟中华民国网球协会去协调嘛，请中华网球协会出来当人头嘛。赵安华控告李世立、刘宁添等体育局官员涉嫌多字多利，告诉伪造文书。李世立回应，民代爱做选民服务，议员来关心拢是定位代志，不过这件代志无感觉到压力，规个事件会送往政风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推动爱情摩天轮，本地在12月要来招标，恐惊会变作是白拉票。下晡经发局说明爱情摩天轮的进度，虽然宣布讲有国际厂商有意思要来投标，却讲交通部一直无授权予航港局，互害着台湾港务公司甲市政府这3方无法度签订合约时，才害因无进度。画面内底相款的摩天轮，伫咧爱河边看起来真有气势。这是美国抽象设计的爱情摩天轮，另外一个是设计做面顶有一个真大粒的旋钮的摩天轮，是加拿大抽象的创意。高市府12日下晡召开记者会，说明爱情摩天轮办理的进度，第一届公开真侪国外抽象的设计案。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交通部都还没有核定，所以因为没有核定，我们后面这些厂商虽然都做好了设计图，它就是影响我们后面
去做公开招标的一个程序。市府表示，有意思要投资的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等7个厂商，提案的内容有包括独身旅馆或者是爱情主题旅馆等等方式来经营，投资的金额上无20亿，由地上款的方式来做，市政府免拨经费。今年2月份，高雄市长韩国瑜搁坐直升机来视察水效，8月底嘛举办招商说明会，会伫咧12月底公开招标，毋过目前进度煞卡关。最大的因素就是希望中央不要有政治的考量，希望这个就整个高雄港区的开发经济的开发多一点经济，少一点政治。市府认为，厂商上准的开发基地是第20港区的土地。今年6月份已经甲交通部、航港局、台湾港务公司完成协调，毋过伫咧交通部还未同意航港局等等的单位签订开发协议书的状况之下，互进度完全停伫遐，嘛互市府质疑背后有政治动机。毋过交通部回应讲，这个区域的土地权责的单位是交通部的航港局。而且航港局透过契约交予港务公司去开发，授权港务公司会当家己开发，嘛会当找厂商来合作。不离个相关的庭事目前拢在研究当中，并无市府指控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伫去年7月开始推动大型病院的门诊减量，目标是5年要减10%。不过大型病院是救苦连天。甚至有的病院为了要达成门诊减量，出来造假。日前卫福部伫健保总局协商，本地在明年的第1季要减少5.88%的目标，是撑到明年4月。健保署也强调讲，会搁再甲病院沟通。为推动分级医疗，健保署要求大病院门诊每年减量，目标5年减量10%。不过却逼出87年医为了达标造假，申报无实在案件被扣5500万，加上未少病院大花接未消，卫福部最后决定明年第1季门诊减量比率无要搁降低，政策划停。为了要回应各界对这个政策的一些建言，所以我们也部里面也就决定这个5年减10% 的部分，在明年的第1季先比照今年的这个减量的目标值。健保署表示，去年7月开始要求区级级以上病院门诊减量幅度已经由上初的2%升涨到3.96%，原定明年减量要求5.88%。不过今年总业协商时，区级病院甲医学中心代表拢表示，伫民众惯性行为无改变情形下，门诊减量有困难，要等到明年第2季4月时，搁继续降价5.88%。社区病院协会认为双向转进无落实。下转的量跟小医院或是诊所上转的量比起来，还是下转的量还是9牛1毛，其实并没有因为年减2% 这个政策有大幅度的增加。健保署回应表示，每一个下转的患者拢会付病院500点奖励增加诱因，也提升家庭医师照护量能，希望达到病院门诊减量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用认养代替固买，台南市施行流浪动物唔免安乐死的政策了后，目前2间动物收容之家也拢甜甜。市政府也甲因转型做认养基地，而且在最近在园区内面增加彩画，希望民众来这行行看看咧，也会当甲动物认养登去。台南动物之家原理站的工作人员，逐工的工课就是巡视市园区内底超过400只流浪狗，互基地内底狗仔、猫仔有一个舒适的收容空间。不过收容空间有限，最近台南动物之家为着请民众来提高认养率，进行园区的墙面彩绘工程，互园区变更较活泼、更较温暖。环境上会有改变，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民众内心。他只是说参观几率变多，可能认养率会提高啦。因为安尼吼较干净，较有人要来领养，狗也整理要继续好。台南市伫全面实施零扑杀政策了后，2位动物之家嘛转型做认养基地，已经毋是冷冰冰的收容所，但是收容超过300多只已经超量。园区希望透过空间改变，除了提高认养率以外，嘛灌输民众唔通放杀动物的观念。因为民安乐的关系有比较下降，那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争取民众来再增加进来的那个机会？这边不是那么悲惨的地方，不像有以往。那你进来除了可以拍照打卡变成一个景点之外，也可以进来看一下狗狗，然后帮我们把转发这些狗狗的照片给更多人看得到上。因过台南市动保处除了训练流浪狗变做工作狗，甲民众斗过果子园，也是派出所的狗以外。
嘛逐礼拜举办认养活动，即马佫加入基地彩绘，拍拼营造新环境，要互民众来欣赏的时阵，嘛会当有好心情来认养流浪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一群人组成一个海底护的队伍，而且因就是专门闯入去海底清粪扫。这群人也来自各行各业，而且对今年初到今也捡200多公斤的海洋粪扫，希望用行动来疼惜自然环境。潜水员蹲在海底内底清除鱼网啊，这定为新竹各行各业的人，为着要守护海洋环境，总共组成15个人的团队，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派去重20公斤的装备落海进行清除海底粪扫的超级任务。印象比较深的有摩托车就在南寮这近海那边有一台摩托车的骨架，还有大渔网，那个大渔网是我们人拉不起来的，那后来动用了那个拖吊车来，我们再下去绑钩。底下的礁石一些渔民放那个渔网下去，有时候都是海流的关系，都会缠绕在岩石上面。新闻感慨讲，这几年来看到海底环境已经渐渐被渔网啊甲粪扫破坏，因此决心投入去海底粪扫清除的工作，为守护这片海洋做努力。现在社会在宣导有比较少了，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可能就是前阵子去遗留的，甚至于是外区域流到我们本土区域来的。如果这个海底的东西没有被清出来，这些网具呢会在海里面当做一个凶器一样，很多的鱼呢都会被网住那在清理之后呢，那个效果很好，就是说发现很多的鱼群都已经陆续的回来了环保局表示真感谢这群人的无私付出，并且呼吁大家守护海洋上好的方法，就是唔通把粪扫留入去海内底，唔通黑白等粪扫再使守护海洋的生态。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金门县政府推出老兵调1日的活动，招阿兵哥回来金门看看咧。把驻守伫金门的31支部队高村9强部队也阁无人回来。接到这个消息的赵连生，赶紧带伊的后生甲新妇回来到金门，让这个活动会当圆满顺利。你就房子不一样了，房子新改新的，不要改新的，对，不一样。现在他这边有个房子，我们住在这个就这样。赵连生是249强部队的兵啊，回来到金门，伊的心情是真激动。我就住在龙边上，我们那个女孩子叫小于叶，她儿子叫黄锦盘。希望已经90岁啊，伊要是用看到金门就像行走卡，总讲厝已经订婚，伊也会记得当年为敌，也会记得做兵的代志。我们200史是38年9月份，从那个厦门对面有个基美，基美中小，基美。可是那个通案马巷也我们也说过。金门老兵调集令活动，招捌驻守金门的31支部队回来，因为尚无一队9强部队老兵赵连生回金门，有一个圆满的结果。55岁了。这个是我们廖处长，这个是一个李方伟上尉，这个是姓王的。赵连生也把当年做兵的人事派令相片提出来，等给大家看，让大家了解当年金门的战地光景。真是感觉像流泪，不是这样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道的正坡社区发展协会开2年的时间，收集9000件古早生活用具，也想要做一个乡土文物馆，咱也做伙来看。台中市大道区正坡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去做一个大道山乡土文物馆，开2档的时间，收集了1000件古早文物做展览，其中有生活器具，嘛有真侪佚佗物仔，让人感觉真新鲜。活动筹备差不多2年外，但是主要是咱破社区这的兄弟姊妹大家共同给咱提供这的古文物啦主要我这个名称会写讲做乡土这个古文物是大肚山的，不是干那我这个社区尔。整个大肚山里面横跨的乡镇比较大一点，范围比较多。不管是古早时代过船用的火桥，还是建造用的龙骨水车，拢会当伫这个乡土文物馆内底看到。社区发展协会甲收集的文物整理分类，要带民众了解过去社会的历史。对我们整个大肚区来讲，不管是从怀旧文化，或是说一个观光资源的话，是以后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推行。
这个古早文物目前伫咧大道区正坡社区活动中心展出，民众唔来当去参观，体验古早人生活的智慧，买当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东北季风有较减弱，各地头早暗会较冷。中南部明仔载温度是日夜差真济。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3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3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再同时间再会。